喂。哦，转入会是婴儿席，因为我怕他们跳高会这样子。礼物的话，我就从楼下订。哦，好。从楼上这样。对啊，太多东西了。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圣人荣强常欢喜，地上平安人蒙恩，兴起世间大效仿，其余诸天共颂扬，天长地和喜无声。基督生于伯利恒，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高声唱，归于新生王，兴起世间大效仿，其余诸天共颂扬，天长地和喜无声，基督生于伯利恒。荣耀归于新生王，万国王，愿主居于我心上，魔鬼权势全瓦解，使我胜过世界，罪行消除无拘禁，从此因有主升行，基督降生救世中，罪人复
兄姐妹，我们再过几分钟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让我们在今天圣诞主日的早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还有尊荣都归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的崇拜当中，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的今天早上的崇拜，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器械为主所使用来祷告，让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刻，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将敬拜、赞美、尊荣一切的荣耀、尊贵、能力全然献给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也是为着我们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的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奇妙的恩典，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使众人得到祝福的人。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所有的安排都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进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参加早上的崇拜。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昨日顺利的完成圣诞晚会，也感谢热心付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里一同合一，一同服侍。这是何等甘甜、何等美好的事情！今日圣诞主日，让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道路，寻求你的真理。愿主你的话语充满着我们，愿圣灵亲自引领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单单来仰望你，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愿主看顾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歌敬拜，我们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心灵良诗选171首新生王歌。听那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圣王。圣人荣洽常欢喜，地上平安人蒙恩。兴起世界大小邦，其余诸天共颂扬，遍尝地和喜不胜，基督生于伯利恒。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基督本为永生主，天使眷群齐拜伏。末世竟然有天降，生于童女成人中。至高上主披肉体，升到化身尊降地，更与世人俱下地。乃我主以马内利，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欢迎天降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他赐世人生命亮，他赐无比忧伤。谦卑放下天荣尊，将世救人免沉沦，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常与主相亲。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国救主万国王，与我心上，生活最新小主聚集，从此应有主升起。基督降生救世中，罪人复得主爱宠。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不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起因文在路加福音1章46节到55节，在新约的62页。由我来起，会众来应。最后一节我们来一同来念。46节后半段，我心尊主为大，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怜悯
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他扶助了。我们一同来，我也要纪念耶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点烛里，我们点燃第4根蜡烛。点燃第4支蜡烛，烛光代表基督的爱。耶稣的诞生正显明上帝对人类无尽的爱。在这等候上帝的降临期间，我们点燃基督爱的烛光，并恳求上帝啊，求纪念向我们所示，纪念我们的肢体。我们一同翻开周报公祷，为中南美洲国家墨西哥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台北卫理堂李信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近来国际间冲突不断的国家，以及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求主特别赐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开启亲人们尚未认识耶稣的心，让家人有机会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时我们请儿童主日学，曲目是来欢呼，来赞美。
中的时候在唱军歌比赛的时候那个场景啊。但是各位，他们是从小到大，从1年级，从幼稚园到这个6年级，年龄层差很多。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时候是一样年纪的，尚且都有可能会做错，但是他们刚刚的排练很好啊，都让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他们真的有用心在练习。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让他们在未来的年日里面，他们接受老师们的教导，特别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相当的用心。我们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为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祷告，让他们领受上帝的祝福，传承我们教会的美好的传统，将来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为儿主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献上祷告，他们在这里献上赞美的祭，愿他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也蒙你的喜悦。我们将这些孩子们献在你的面前，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未来的年日当中得着他们的世代，并且在他们的年日当中更蒙上帝的祝福，让他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将教会里面美好的传统继续的传承下去，使他们的未来的世代里面充满希望，充满上帝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纪念这些主日学老师们的辛劳，让他们所做的、所献上的都能够成为美好的教导，铭记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一次来拍手，来谢谢他们啊，谢谢。谢谢儿童主日学。今课，请怀玉弟兄、弥迦书还有希伯来书。今天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弥迦书第5章2至5的上半节，在教会圣经1033页。第2节，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第2处经课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0章5到10节，在教会圣经246页。第5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们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上的经卷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燔祭和礼物，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怀玉弟兄。读经由我来攻读，在路加福音2章1到20节，新约的63页。第1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的生育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欢庆圣诞。
谢谢诗班。受洗转入礼，我们请陈伟文牧师。刚刚诗班最后那一趴，感觉上好像这个有听过弥赛亚神曲吗？那个最高潮的地方就在那里啊，好像上帝的临在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也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有一群上帝的儿女，他们要归属在神的名下。那他们在我们当中出入也很多的时间，也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认识。那但是他们今天愿意承认他们的信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世界有很多的价值观，世界有很多的一些的奇奇怪怪的很多的一些的事情会影响人的心。但是当我们愿意归向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朝向上帝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一定完美，也许我们不一定完全，但是我们是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能够成为属天的儿女。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有着属天的生命。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来为这几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请他们来到台前来，然后我们要来为他们做介绍，然后我们让大家对他们有认识。上帝已经认识他们，那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对他们做认识啊。好，那我们就请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到台前来啊。好，请到台前来。好，请你们对。好，转向我们的会众当中哈。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位今天要受洗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哈，这个是蔡杰胜弟兄啊。那他的女儿今天跟他一起受洗，这个中间的这一位叫做杰安啊，就是他的女儿。好，那这个中间这第二位就是怡如。那怡如是静环还有雅音的孩子哈，但是他说他愿意要来受洗，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决定啊。我们为这样来感谢上帝。好，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叫做彩恩，大家应该认识知道，她是我们在儿组里面一个这个小女生哈。那现在她已经长大成熟了，她已经国中所以国中以上的孩子们，我们让她自己做她信仰的决定。不是被爸爸妈妈要求，因为我特别问了他的辅导说，是被爸爸妈妈逼来的吗？他说不是，他是他自己愿意哈。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在众人的面前来为他做见证。好，那最后这一位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常常在我们当中协助司琴、协助诗班、协助我们有一些乐器的演奏的瑞阳就是我们的许瑞阳弟兄。那他说他是慕道最久的一个人他说他慕道了将近快20年了所以相当不容易的时间。那表示他是很认真的看待信仰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件多么荣耀跟盼望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平常时候我们遇见他们，我们当然为他们能够来到教会感到高兴。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天国的儿女，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来见证他们在上帝面前跟众人面前的信仰。好，请你们来转回来转回来我这边。好，当然要走天堂路是不容易的所以各位知道要这个蛙人要变成蝌蚪要变青蛙的时候，那个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原本的这样的一个还没有信主懵懵懂懂的情况，要能够认识上帝，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但是信仰的路是一生的，他们现在所做的应答是他们的一个决定，但是一生
要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印证你的一生，你要愿意走在信仰的路上。所以我们要来问这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几个问题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决心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们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们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乃是同时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们的心中，基督住在你们的心内。现在你们应当在会众面前见证你们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们前来受洗的心愿。好，等一下，请大声回答啊！你们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愿意。好，再大声一点啊！好，第二题啊。你们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愿意。好，太好了，这个有点精神了啊！第三次，更大声一点，好吗？表达你们的决心啊！好，你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愿意。好，这个是对的，这个声音够大声了啊！好，那我们邀请我们的荣哲执事帮我们一下哈。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来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成为主的儿女。好，那我就从这个瑞阳这边开始啊。许瑞阳，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不要怕，这是水而已啊。小心。李彩恩，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蔡杰安，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韩一如，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蔡杰胜，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们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常常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如果我们愿意这样，那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所不能的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领受圣洗的弟兄姐妹都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行列中。又求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他们，让他们内心常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请你们转到后面来看一下，我们常常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祷告好，我们来拍手欢迎他们，迎接他们进到神的家中，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好，会众请坐。好，请你们转过来，好，当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我们的
受洗的这个证书跟我们的教会的一个礼物啊，请我们的天一兄。因为我想这个是1年1度，也是我们教会最盛大、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来转到会众这边，让大家看到你们啊，来转过来。这个是受洗证书哈。好，还有一份最美的礼物。好，对，这个是诗班代送的礼物了哈。哇，好，这是涂老师哈。好，谢谢。这个后面的礼物请慢慢来哈，不要这个马上一下子出来哈，我们让后面可以继续能够运行哈。好，这是彩恩哈。老爹老妈也送礼了，你看，很好，嗯。好，谢谢。好，来下一位，杰安。好，谢谢。好，好，跟老师一起拍，老爹跟孩子一起哈。好，来，再来是怡如。太好了，来，老爹老妈一起拍。好，来杰胜，这个压轴了。好，谢谢。哎，还有，哇，你看礼物。好，好，瑞阳爸爸妈妈要不要跟瑞阳一起拍一下？瑞阳是家里的第一颗种子，福音的种子。我们希望他们的家人也都能够认识上帝哈。我们请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一起跟我们来同乐。好，谢谢大家。好，来，请回座哈，谢谢。这个礼物跟拍照，我们等会后的时候再来，好吗？要不然的话，这个太多时间哈。好，来，请回座，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受洗的是我们的年纪最小的各位，出生才刚满月哦，一个小朋友。我们的跃迁，我们要请跃迁的爸爸妈妈带跃迁出来啊。让大家可以认识他，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年轻的、年轻的一个小朋友啊，要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了。好，各位才刚满月的哈，来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好。这个昨天我们的演戏是演原住民的剧，那很好。
但是我跟那个伊文牧师讲说，太可惜了，如果今天演的是那个马槽里的婴孩的话，刚好放进去啊。好，要是感谢上帝，明年还有机会啊，明年还有机会。好，来，我们请转过来哈。好的，嘉庆跟秀文是去年10月的时候结婚，然后他们今年就有小朋友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相当感谢上帝给我们有满满的果子。那当然，小朋友他不能说话，只能够啊啊而已哈。那我们就请他的父母亲来代替他来回答这个我们要受洗的这个问题哈。好，请听圣经的话。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家庭来祷告。无所不能的永生上帝，我们祈求照你无限的仁爱，看顾我们的跃迁，使他曾借着圣灵的帮助，信心稳固，因希望滋生喜乐，在爱里逐日成长，在正义与真理上深深扎根，使他长大成人，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好公民，在教会里成为主的好儿女，荣耀天父上帝的圣名。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然后对我们的2位父母亲说嘉庆还有秀文，你们带着跃迁来领受基督的洗礼，使他归入主的教会，接受耶稣的牧养，就当知道你们的本分，就是当孩子逐日成长的时候，教导他明白奉献和受洗的意义，向他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带领他进入教会的团契，如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和主日礼拜活动中，使他们遵行圣经的教训，发展完美的人格，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所以嘉庆跟秀文，你们自己在信仰、爱心和生活上要做跃迁的好榜样，使他效法你们，凡事敬爱上帝，服侍我主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我要问2位你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靠主的帮助，自己也竭尽所能，尽这一切的本分吗？好，我们来为我们的跃迁来施洗来，小朋友。蔡跃迁，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没有哭太好了。好，来，请转过来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常常为跃迁祷告，为我们的这个秀文还有嘉庆祷告，那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常常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来，请来领受众人的祝福，转过来。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跃迁还有他们的父母亲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跃迁向你献上感恩。他在年纪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洗礼，要走在上帝正确的路上，帮助他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他的父母亲也成为他的支持跟帮助，在未来的年日当中，他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你施恩看顾，也为我们众人来接纳这位小朋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在爱心跟信心清洁上来接纳这位小朋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拍手欢迎这位我们最年轻的这个会友进到我们当中好，那一样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我们的这个受洗的证书小朋友的受洗证书，还有帮助爸爸妈妈怎么教养孩子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个嘉庆跟秀文，他们愿意将孩子们献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欢迎他们，谢谢。好，接下来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受洗过了，但是他们愿意转入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的会友。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受洗是一个象征，但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融入跟加入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教会是我们的家，那也就是我们落户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啊。所以也许我们过去从别的地方来，或者是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这里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家。新的居所，上帝祝福的家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欢迎这几位我们要转入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到台前来哈。我们欢迎世英姐，还有静环、雅音，还有秀文、舒瑜、景明、景凤，还有新飞请他们到台前来哈。来，请转向我们的会众哈。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这几位我们要转入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有美好的交通跟分享。那他们把我们的荣光堂当作他们的家，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接纳他们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一员。那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最年长的我们的世英姐，她原本在凤山聚会，那现在愿意能够来到我们的荣光堂，落户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为这样向上帝献上感恩所以我们今天为他办这样的一个转入礼。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新飞，好，李新飞姐妹哈。好，她也是他们的家庭是跟我们的林老师、林师母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那因着他们的影响他也愿意能够坚定他的信仰，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他过去忙于工作上，但是他说我愿意能够回到上帝的家里来享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来为他来做一个转入。好，那接下来就是秀文，就是刚刚我们的小朋友的妈妈我们的秀文姐妹她原本也是在小港聚会，那现在愿意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舒宇。好，舒宇各位应该认识他，他是10月的时候的这个新郎官了那现在他愿意转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那他原本也是在小港的教会，那现在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他很努力在为他的太太来传福音，他的太太也成为我们的慕道友，希望有一天他的太太也站在我们当中来领洗。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舒宇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景凤这是我们的这个婚礼常常会碰到的，我们的婚礼的这个司琴手景凤常常在这边来司琴。那其实他在那个成大念书，他每个礼拜都要从台南来到这边所以他其实是蛮远的路程来跑来做礼拜的愿上帝祝福，让我们的景凤能够落户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家族当中的一员好，我们欢迎景凤好，然后我们要介绍景明，那景明就是我们这个隔壁那个师大的毕业生那他曾经也当过师大的这个团契的辅导，那他现在来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也在担任我们青少年的辅导，那他也在我们当中蛮久的时间，所以今天他愿意决定来成为我们的会友，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这是我们的景明。好，然后这个最后这一组，这个最高兴的就是夫妻档一起来我们的这个静环还有雅音，他们夫妻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转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让我们能够来接待他们。那昨天各位如果有来参加晚会的话，他是我们晚会的主持人
啊，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之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服事，但是他们昨天一出场就是相当的好啊，所以可见他们已经在主里面已经预备了一段时间，愿上帝来祝福，让他们的家庭因着他们到我们的荣光堂来更多的蒙福啊。好，那请你们转过来哈，请你们转到这边来。好，转入我们也是要有仪式的，好吗？好，所以请大家要预备心来应答哈。好，所以凡正式愿意加入本堂的团契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衷心的欢迎，并且向上帝献上感谢。那我们来为他们来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们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借着你们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好，我们已经听到他们对在会众面前的一个宣告，那我们就要来为他们进行这个转入礼。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常常关心为他们祷告，那么当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转入我们的教会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也加入在教会当中各样的服事。愿你恩待我们，我们只有一位基督，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一个教会，就是属上帝的教会。无论我们在哪里，这个教会就在我们当中。愿你施恩看顾我们这一群要加入到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新的开始当中，他们蒙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他们的家庭蒙福，生活蒙福，他们的生命也蒙福，让众人看见他们是蒙福的人。愿上帝祝福他们进到荣光堂里面来，也成为荣光堂的祝福。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转过来哈。好，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会为你们关心祷告哈。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拍手来欢迎他们进入到我们的荣光堂的家庭当中哈。好，会众请坐哈。好，一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会送给我们有转入的证书跟我们的礼物。好，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我们丰收的一次。我们今年的圣诞礼拜，我们有这么多的洗礼跟转入，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再次的拍手来欢迎他们进到我们当中，谢谢。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要拍照的等这个会后我们再来拍，要不然这个延续下去就不得了了啊。好，那我们就请先回座。愿上帝来祝福我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个决定哈。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请诗班来为这些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来献上赞美的诗歌哈。
去现最终，已是满处方，今已经注于光，最终在基督有新生命。新的生命，永永丰盛，荣光照耀万喜喜乐，无比祝福我的梦。过去现最终，一日满处方，今已清楚黎明光辉灿烂，在基督有新生命。谢谢诗班。正道，我们请陈伟文牧师，题目是“听不到天使高声唱”。刚刚应该有听到了哈，天使有高声唱。好，但是各位知道，其实有人听不到天使高声唱，不知道为什么啊？好，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知道啊。好，所以各位，我们请大家举起圣经来，我们一起来用这个祷文，我们来在读经前，在听讲道前，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来读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有在教这个圣经的教这个周报的时候，有弟兄就问我说：“哎，牧师，这个题目是不是写错了？为什么听不到天使高声唱？不是应该听到天使高声唱吗？”好，我们这个礼拜是降临期的第4周，那当然也是我们的算是圣诞主日。其实我们在传统上面应该是在24号的晚上会有子夜的礼拜，那25号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圣诞主日。但是因为现在的时间的关系我们恐怕在25号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礼拜的。但是我们提前在22号，我们今天成为我们的这个圣诞礼拜。但是今天还是在降临期的当中，所以先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还在点这个紫色的蜡烛。如果是圣诞主日的话，就要点中间的白色的蜡烛让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主日，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好，所以今天我们有一首歌一直重复出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哪一首歌，知道吗？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对不对？刚刚诗班也唱了这个主曲。好，各位跟你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的作者叫做查理·卫斯理他是卫斯理的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好，他被称为是圣诗之王，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做很多的诗歌，但是很多人误会了以为说这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唱的，其实不是。最早的时候，这是在平常日唱的，不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唱。为什么？因为查理·卫斯理是有点像约翰·卫斯理的书记一样，他常常很速记的帮这个约翰·卫斯理写下他的讲章的重要的内容，所以写完之后，然后马上作词作曲，然后给这个会众来唱。为什么？因为要让会众知道今天牧师讲到讲了哪些，所以刚好用唱诗歌就可以知道原来今天牧师讲的是这个。刚好那一次的讲题就讲到这个耶稣的降生是为了什么，所以18世纪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在纪念圣诞节。以前圣诞节是没有人会去注意到，或者是没有人会去知道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圣诞节又太泛滥了，所以各位知道现在这个圣诞节即将要过去了，所以这个卖场里面什么东西出现了，知道吗？春联还有什么鞭炮又出现了，对不对？因为圣诞节快要过了嘛所以很多人是赶着节期在跑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最早的那一次的圣诞节，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才是圣诞节的主角？很多人都以为说好像是圣诞老公公。那我们前天去报佳音的时候，
还有一些神坛那边他们会摆这个圣诞树，知道吗？你们会发现很奇特，因为这个圣诞树已经变成是这个全世界通用的标志啊，所以即使他没有信主，他也要摆一棵圣诞树在那个地方。好，但是谁才是圣诞节的主角？我们需要常常去反省一下，谁才是圣诞节的主角？哪一些事情是不应该，或是不需要，或者是不是那么重要的，需要出现在圣诞节的当中？好，各位，它的背景是这样：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期，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正在赶工做一个相当大的典礼，因为皇帝就任将近10几年的时间，这个皇帝在位，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人叫做屋大维。如果有同名的，不要这个觉得什么啊？他的称号叫做凯撒奥古斯都。好，那凯撒是谁？凯撒其实是他的前任，他的这个养父叫做凯撒，然后他是他的养子啊，所以后来好像理所当然继承就是这个人。好，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在欢迎跟这个接受的是谁？是一个好像统治他们当时所知世界的一个大君王，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任何声音去这个来听到他们的天使的声音，他们只有欢乐声，他们只有很多的这个庆祝的声音，他们有很多对皇帝的恭敬的一些赞美词，但是没有天使的声音在那个地方。另外有一群人，他们也听不到天使的声音。这一群人是什么？是因为皇帝有一天高兴，然后说我们要办户口普查，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这些人他们赶着要回到自己家里面去报户口，所以他们也听不到天使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包括有一对夫妇，他们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听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忙着回家。他们正在忙着回家，赶着要报户口。这些人他们都还没有听到天使对他们的声音，但是有一群人听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听啊，天使高声唱，是在指他们啊。这一群人听到什么？我们看在伯利恒的野地当中，有一群牧羊的人，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们，因为他们是牧羊人，没有人需要他们报户口，因为他们是 nobody。没有人需要他们去赶着去缴税，因为他们连税都缴不起。他们只是一个打工的一个雇工，他们是在那边只是在看守这群羊的。他们是在社会当中一个最底层的人。他们在半夜当中，他们还在值夜班，因为还要照顾群羊。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使在唱诗歌的时候，没有人听到，只有这些牧羊的人听到。所以有一大堆的天兵同那个天使在圣经上面说，同天使在赞美上帝，说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2章，还有这个14节的地方。刚刚我们的主席帮我们念了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使报佳音，但是没有人听到。皇帝听不到，百姓听不到，只有那一群在旷野当中的人，他们听到了。好，所以他们除了听到，他们还做什么？他们还急忙去。好，我们看16节的地方。好，我们一起念一下16节。我们一起念来。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感动。天使对我说话，报佳音来告诉我。很多人只停于这里，但是没有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注意到他们做什么事情吗？他们急忙的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感动的时候，请你记得要急忙的去，要有行动的。当你领受上帝祝福的时候，不是只有你领受，请你要记得要急忙的去做什么？去看看上帝要成就的事情。各位知道，其实在当时，所有的孩子们，每一个人出生，包括我们都一样，每个人出生都是婴孩都要包着布，对不对？好，只有这个婴孩比较不一样，他是卧在马槽里。好，所以各位知道圣诞节的记号是什么？知道吗？圣诞节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各位，我们圣诞节过好几次，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圣诞节的记号是什么呢？知道圣诞节的记号是什么东西？知道吗？马槽啊！
马槽就是圣诞节的记号，所有的孩子都是包着布嘛，对不对？好，只有一个当时最特别的这个人，他卧在马槽里啊，当然比有一些人出生的时候在马桶里要好很多了哈。好，但是他在马槽里面很好，感谢上帝。但是那个是一个最脏的地方，也是一个最没有人愿意去看的地方。但是这一群人所看不到、没有人注意到的 nobody， 他们急忙的到那个地方去看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注意到的牧羊人去看没有人注意到的天上的君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有没有去注意到我们身边当中，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祝福跟恩典，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谁才是圣诞节的主角。唱平安夜跟圣善夜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那个节日要过，而是为了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有听到而已，然后能够去行动，要能够去向众人能够来宣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节，牧羊人他们听完之后，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20节，一起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到那个顺序吗？天使赞美上帝，对不对？然后，当这些人他们去看到耶稣之后，换他们什么？换他们来赞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天使高声唱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有没有为了耶稣降生在你的心中，向上帝献上感恩，向上帝献上感谢？其中有一段也很特别，他说，当天使来报佳音的时候，牧羊人诧异；但是当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回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众人是什么？惊讶。如果你看到那节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很特别。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牧羊人他们很诧异；但是当他们回去告诉众人的时候，众人很惊讶。很特别的一段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成为那个报佳音的人。你也可以成为那个报佳音的人。也许你听到福音的时候，福音进到你心里，觉得高兴欢喜，好惊讶，上帝居然这样爱我。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信息再告诉人，让人透过你的一个传讲，透过你的传递，透过你的歌声，透过你所说的话，使他们也能够惊讶赞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些人听不到，有些人听到了。听到的人，我们怎么样再把听到的内容再传递给人？这是我们希望在圣诞节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好的信息。第一个，追求权位的人听不到天使声音啊，所以那个高官啊，那个皇帝听不到天使高声唱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让耶稣做王在你心里的话，如果你的王是别人，如果你的王是其他的事物，如果你的王是你自己，那你恐怕听不到天使高声唱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9章6节，来，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哈，一起念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王？你在追求的是哪一个王？是世上的凯撒，是这些的高官，还是耶稣成为你的王？第二个，忙碌的人听不到天使高声唱。好，所以没有耶稣的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了。各位，有很多人在过圣诞节是很繁忙的。各位知道，西方人他们在过圣诞节，其实不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好像很高兴，其实他们是有时候是很不得已，有时候他们觉得过节是相当苦恼的，有时候他们觉得要忙碌很多的事情，跟过年一样，要忙很多的事情，所以很忙的人，他们也听不到天使对他们高声唱。所以千万不要在忧虑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胜过那些的忧虑跟愁烦。真正要迎接耶稣的是你的心，不是你要预备一个多大的地方来迎接耶稣。你的心是不是打开来接受耶稣
住在你的心里面。第三个，人看为卑微的人，听见天使高声唱。愿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圣诞节的礼物不是在圣诞树下，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来是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上帝给我们最伟大的礼物。不是在圣诞树下，是在十字架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是纪念他的受死，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所以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真实的自己。我们需要上帝极大的恩典。所以最后，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来记得这一段的经文哈，诗篇149篇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不是唱，我们一起来说哈，我也不会唱，但是天使一定会唱。有一天我们也会唱这个诗歌啊。好，我们用念的好了，好，我们一起念来，哈利路亚！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听到天使对我们说话，听到天使的高声唱。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之后，我们也能够去传递，让人因我们得福。当我们去在众人当中赞美上帝的时候，让众人听到，他们也讶异，并且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谢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这一群能够听到天使声音的人，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向众人来传递这美好的信息。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回应诗歌，我们会众一同起立，在心灵粮食选161首《平安夜》。平安夜，圣山夜，万众光华射，照着神午夜，照着神明，多少次将夜，多少天真。天上天赐安眠，天上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山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平安夜，圣山夜，神自爱，光交显，救赎后人黎明来到，神荣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会众请坐，请司线的同工至台前。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的生活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吗？好，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王慧珍，好，你好，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不好意思。还有一位是陈彩凤夫妻，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拱手问安。大家请坐。
报告教会消息，本周主日为降临期第4主日暨圣诞主日，请为自己预备心，等候基督降生的节期来祷告。本周主日有受洗礼及转入礼，愿主祝福本堂的新成员，主里喜乐，生命成长。下周主日华语堂将由总会陈玉荣宣教士前来本堂分享信息，邀请弟兄姐妹关心总会宣教工作，并为宣教士及宣教事工代祷奉献。卫理公会每年第1个主日为立约礼拜，在新的一年重新与上帝与众人有新的立约。2025年1月5号上午10点，教会将安排立约主日，本堂华语堂和台语堂将举行联合崇拜，邀请弟兄姐妹一同参加，为新的一年献上祝福。自12月22，教会将陆续发放2025的月历，以1家1份为原则。那领取时记得签名，领取日期到1月份的第1主日为止。教会2025年年度目标为服侍众人，做主仆人，邀请弟兄姐妹2025年至少参与一项教会服事，并请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为成为祝福，充满希望祷告。南部教区南宫布道所向本堂募款购置电脑设备及课桌椅。弟兄姐妹若有感动，可以为布道所来奉献，请在奉献袋上面注明为南宫布道所设备购置奉献。教育部门推动年度读经，今日收件截止。那下周的12月29日奖励完成读经进度的弟兄姐妹。教会预备于2025 3月9日周六的早上9点30分开设绿本门徒课程，欢迎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参加。即日起可以来报名，报名费为750元，这是书籍费。课程的时间大约9个月。卫理公会总会将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及办公室的空间，邀请弟兄姐妹为总会来宣教大楼捐款奉献，奉献可以抵扣报税。新一季插花认线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当中，请弟兄姐妹关心填写。为教会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同来为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陈牧师有要补充？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补充几件事情哈。早上才刚看到的一个这个好消息频道的一个内容，蛮有趣的。说这个圣诞节前9个月，就是天使来跟玛利亚报这个信息，说她要生一个孩子的时间，大概落在3月份的时候。那有人问说，那为什么会是这个9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怀孕要9个月所以这个12月份耶稣降生就是刚好9个月，所以这个是一个传说了但是不是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时间，因为耶稣的降生是哪一天，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一天都有可能是耶稣降生的时间。当耶稣在你心里的时候，那就是他降生在你心中的时间。愿上帝来祝福。好，所以明年我们的1月的第1周，那请大家记得这是我们的立约礼拜。那我们在1年当中，我们只有几次可以跟台语堂跟华语堂有一起联合的礼拜，所以我们的立约礼拜是我们的华语跟台语一起的礼拜。那请大家记得时间，我们是10点钟所以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会跟我们一起做礼拜。所以如果你很少看到这个人，但是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会友，那他有可能就是台语堂的人。
那让我们能够以最大的欢迎，能够来跟我们的这个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礼拜。然后2月的那个春节的那一周，2月2号，2月2号好像也是主日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联合礼拜的时候所以当天可能因为初五可能有人还在过年假，那所以我们就是一起的联合的礼拜。那今年的我们的教会的60周年，6月22号我们也会有一个联合礼拜。那愿上帝祝福，让我们可以跟这些我们在同一个礼拜堂里面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美好的分享。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明年进入60周年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60周年，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愿上帝来带领。那也请大家记得，我们一家有一份的月历，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圣诞节的礼物，还有一个新年的开始。愿上帝来祝福，让我们有更多丰盛的恩典，在2025年，上帝的祝福充满，而且让我们蛮有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以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陈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差遣天使来报佳音，让我们听到天使的佳音之后，我们也成为传福音的天使，让许多人因我们得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